这就是堂妹说的霸星吗？哼！待会儿奴婢再服侍夫人喝。夫人用药有时过了时辰，药效就差了。且慢！见过举姬，这是相夫人的药吗？正是。相夫人怀的乃是霸星，兴我大楚之人，不可怠慢。我刚刚启奏大王，从今日起，相夫人用的所有药，需全宫御医共饮药方。煎药熬药之事，须由永相令亲示。是。呀，药都洒了。自今日起，直到你生下孩子，你和我一同住在这云梦台的主殿里。这是我的卧榻，你就在此歇息吧。啊，应女不敢僭越。让你住你就住。倘若你诞下霸星，你的身份就会比我高贵，或许还会比王后更高贵。啊，可是……没什么可是的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。夫人，这是女医治刚刚打碎的药丸，奴婢拿来了。淡竹叶，碎骨子。你打碎了这碗药，却碎不掉它的味道。这药平白打碎了，倒是可惜。可惜？你是可惜它没有害了你孩儿的性命吗？什么意思？淡竹叶，性刚淡寒，平日服之清热利尿，然孕妇服之，更具打胎化胎之效。它还有另一个名字，叫做碎骨子。骨能碎之，延其下胎之烈性。这是谁要害我？你说呢？难道是女医治？我与她无怨无仇？自然不是她。那会是谁呢？应女位卑，我在宫中向来小心做人，不曾得罪过谁。哪用得着你来得罪？此人一手遮天，这后宫女子谁能生谁不能生，全凭他做主。你不奇怪，我怎能知晓得如此清楚？5年前，他让我喝下过同样的一碗药。小医试过了，没有成功。那就再试。太难。你是宫中行医高手，总会有办法。相师身边的耳目实在太多，无法下手。你是想说这个差事你干不了了？那好，我可以换人。不过，明日就让你的金儿进宫替你复命。不，王后，我是说，只是眼下。眼下？是，只是眼下没有合适的机会。这不用急，机会你会有的。大王，王后来此何事啊？相夫人即将临盆，既然相夫人所怀霸星，是我楚国大兴的吉兆，臣妾怕相夫人福泽不够，降不住霸星，
特愿在相夫人生产之际，将臣妾所住高堂台让与相夫人居住，并请巫者于台外跳巫祈福。你竟能如此识大体，寡人很是赞赏。那就按你说的办吧。我与相夫人住在一起，让我进去服侍相夫人生产，应有所注意。这是王后所居之所，相夫人生产之时，只有女医和王后可陪伴在侧，这是王后的意思，更是大王的旨意。我要见大王。大王正在里面与臣子议政，非诏不得入内。启禀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狙击求见大王。大王饶命，没能拦住夫人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出去！大王，我是为了靶星而来。靶星？相夫人生产靶星岌岌可危，性命攸关。此事干系我大楚国运昌隆，更与大王统一天下之霸业息息相关。求大王亲事，保后宫母子平安。狙击呢？狙击在哪儿？相夫人，我要回云梦台。相夫人，别动。相氏怎么样了？相夫人脉象急促，快要临产。你过来。还记得你曾跟我说过，妇人怀胎，怀身致险，花产者办，难产者又办，死胎又办。眼下机会来了，去吧。大王到！大王，相氏如何了？大王，妇人生产乃血光之地，大王尊贵之身，你快说，她到底怎样？女医说，胎儿难产，只怕是凶多吉少。大王，传寡人的话，一定要保住我大楚的霸星。女医们正在努力，可是生死有命。大王，让臣妾进去看看吧。大胆！恭喜大王，霸星降世了！恭喜大王！快，把孩子抱出来，让寡人看看。来，让寡人抱抱着霸星。恭喜大王，相夫人为大王产下了一位小公主。你说什么？到底是公子还是公主？大王，确实是位公主。怎么会这样？霸星，这就是堂妹说的霸星吗？哼！如此霸星，真是意外之喜。大胆堂妹，你竟敢欺君！你跟寡人说有霸星降世于后宫，可这出世的孩儿却是个女婴。大王，
臣只据星象言事，不问男女。哼！难道你想说，霸星竟是女子？阴阳相消，杀气冲天。霸星若为男子，乃国之幸；若为女子，恐怕怎么样？福祸难料。这么说，那丫头有可能是祸害，千万留不得。大王，天象已显，非人力所能更改。若是逆天而行，必受其害呀！住嘴！你欺君罔上，寡人让你观看天象，看的是天意，你却跟寡人说什么福祸难料，要你这双眼睛有何用？来人！大王，给寡人挖去双眼，流放边关，永不得回郢都。大王，天与之，岂能不受？天命不可违呀！大王，大王，您看那孽障怎么办？难道真的是天与之，天命不可违吗？依臣妾看，既然是天命，那不如就让他听天由命好了。夫人，王后有旨。来，此女因降世，非祥瑞之兆，是生是死，由天决断。抱走。求求你，不要带走我的孩子！求求你，求求你们不要带走我的孩子！夫人，我的孩子，你刚刚生产，夫人，我的孩子，夫人，你早日走动。我的孩子，夫人，我的孩子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夫人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生下的是个女婴，又不是男孩，有与没有，又有何区别？